南投民间要起焚化炉的争议，阁继续在炭烧。县政府1月30日要开第2阶段的环评会议。今仔早起，环保团体甲农民是开记者会，继续抗议。除了讲烦恼污染空气甲水源，伊嘛指出讲环境说明书是无清无楚，呼吁南投县政府应该先暂停会议。 南投民间真侪所在拢进过节，因为起焚化炉的代志，引起当地农民甲环团不安。南投县府打算30日开焚化炉第2阶段的环评会议。拜三立委甲环团开记者会，讲即件代志争议真济，呼吁停止会议，嘛爱有2条对外的车路，而且起焚化炉嘛会污染空气和地下水源。 虽然它是次要道路，但是至少要有4米宽，所以完全没有取得地主或者是机关的同意函。那主要道路也没有取得4合分属的这个同意函。在地农民表示，伊做的农地去年3月份，互国财局停止因的契约，讲要甲土地拨予南投县政府起焚化炉。不过，这个过程拢无经过协调沟通，国财局是回应讲会依法来审查。 若是无照规定行，会阁来讨论要安怎处理。2025年的时候，3月28号，国有财产局片面终止了租约，说土地拨给南投县政府盖焚化炉，事先也没有经过我们的协调，的确是应该要依照不用计划的一个使用，那也包含了后续如果是要做这个非都市土地的使用编定啦，好，那个变更编定或者是环境影响评估，或是开发许可啊等等，在法规上必须要践行的一些程序的话，那也应该由这个环保局，它会继续去执行，本权责依规定来办理。 立委、环团和民间团体拢希望南投县政府会当先停止要起焚化炉的计划，听民间的心声来做调整，再阁继续做，才是上好的。记者陈心东、王志光台北报道。